较轻松的消息，乐天女孩人气真好，这个林湘昨暝伫 IG 呢播出2021年到2023年的回顾影片，写讲多谢恁陪我大汉8字，正是讲二队听讲要去转战未转量，变成小量女。两队表示讲，啦啦队完整名单会伫3月份公布。啊，赶快离开乐天女孩，这个也有另外一个真悬的人气，这个张雨欣，这有心呢，张雨欣乐天球团讲，这啦啦队将会加入新的成员有4个，其中一个捌得到网络这个媒体2023年心目中上届赞叹的新女孩票选的第1名。跳家己的舞蹈，青春果水模样，加上甜不味的笑容，乐天查某囡仔林湘人气同款是强滚，不过为乐天加油的画片，确定煞戏。昨暗时呀，林湘伫咧 IG 放一段2002年到2023年伫咧活动内底鼓励加油的纪录影片，为了个写多谢恁陪我大汉的字，正式离开消息，传出会转战未转量做小龙女。整个小龙女啦啦队的部分的成员的名单规划，预计会在开季前，就是3月的部分会做一个正式的公布。啊，那加油队的表演介绍，大人每一场5000到7000，都和这帮球员同款。亲像林湘有名的无够一成，其他9成敢来当加接活动，或者是和直播平台合作。林湘若是转队，个人太久，行情冇机会对你扑关。赶快离开乐天查某囡仔，还有2015年就加入的张雨欣，两个个人气成员离开，拢是提出个人未来规划。公司尊重，嘛感谢两个人的付出。啊，那乐天嘛随补起来4位，随个流化。乐天查某囡仔官方面册公布新成员，包括真小龙女之之米卡、真统一赛加油队 Dora 和超爱4个人。直至2019年开始，前后担任这帮和真拿加油队经验丰富。米卡即马是加油队出身，冇真拿加油队经验，好现在可以人气是千甲抓袂条。Ainoko 果最外形的Dora，赶快冇真拿加油队经验，参加实境节目演出，嘛捌得到票选的第1名。啊，那超爱是头一摆加入加油队，伊大蕊目睭会看电帅，冇机会会变青。在林湘和张雨欣离队了后，乐天查某囡仔补起来4位新人，新年新气象，紧接重进新赛季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林依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